欢迎您收看家庭会客室。我们在会客室里一系列都是跟大家来探讨婚前导航这个主题。今天特别要来看看说要与父母和好。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我们讲到说婚前的一些预备是要预备我们的婚姻，这跟父母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想它是大有关系的。我想我们的父母亲呢，可能对我们的对象，我们选择什么对象是有意见的，是不是呢？我们跟他有时候不一定总是关系会是那么好的，甚至有一些人呢，他跟父母亲关系不是很好。当他进入婚姻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跟父母不好的一个关系，也会影响到婚姻。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看这个主题。我们很高兴能邀请到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跟冯志美冯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李哥、冯姐，黄老师，黄老师你好。我们这个在讲说与父母和好这个主题哈，为什么在这个婚前教育哈，它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主题？可不可以请李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一个人呢生下来，他第一个的人际关系就是跟父母的关系。那我们已经一打开啊，看到就是虽然是两个陌生的脸孔，但就是我们的父母。同时，我们就要跟他们生活一段的时间，一直到大概我们结婚以后，我们才会离开这个父母。所以在这种过程里面，父母对扮演的角色，可能就是保护我们啦、教导我们啦、供应我们啦，或者爱指引，甚至塑造我们。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我们常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但是其实呢是有很多不是的。我们是人，我们会常常犯错。我现在身为父母，我了解。那当然，我们的父母也会有犯错的时候。那在这种无心的犯错的里面呢，就常常也会留下伤害。而这个留下伤害呢，这个也带给我们里面是好像毒素那种感染。那这样的一个毒素感染呢，就是说一种苦毒、恼恨，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这种情绪呢，如果我们带进婚姻里面的时候，这个对婚姻就是一个伤害。所以呢，我们如果要避免我们对婚姻现有婚姻的这个伤害，那我们对以往要做一个了结，就是过去那个源头伤害的源头呢，我们应该把它修复，让它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关系。当这个健康的关系以后，那么这种负面的影响就不会让我们继续传递下去，变成代代相传，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后果。是，其实父母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哈。那你可不可以请你再继续分享一下，就是父母在我们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好吗？刚才我提到就是说，可能父母是保护啦、教导啦、供应我们啦、指引我们啦，或者塑造我们。基本上是上帝常常设计父母的一个功能，正面的。但是说，因为我们父母是有限的，我们会犯错。那在这种错误当中呢，就会影响我们了。比如说有一次，我的小儿子他抱着我的脚，他说要跟我去玩。其实我那时候是要去上班的时间了，都快迟到了，他就抱着我的腿要去玩的。那我当然心急啊，我一脚就把他踹开了，然后砰一声门关起来就出去了。那天我过得非常不愉快，我知道我伤害我的孩子。所以呢，我回到家里面呢，就看到我的孩子一个人很落寞的坐在客厅。那我开门进去看到他这样的情况呢，我就走到他前面，蹲下来跟他说：“你说对不起，早上爹地向你发脾气，请你原谅我好吗？”结果他点点头，马上跳下来跑到厨房去跟妈妈说：“妈咪，我原谅爹地了。”然后我说很惊讶，说：“你原谅我，为什么要告诉妈咪呢？”所以我就回到厨房去问我太太，我说他为什么要告诉你他原谅我的？结果太太跟我说：“你知道你的儿子今天哭了一整天了，那你快要下班了，我就跟你的儿子说。”你爸爸快要回来了，你不要哭了，你就原谅他算了。就我儿子回答说：“我才不要原谅他。”可是他千想万想，他没有想到，我回到家里面，我主动的跟他说对不起，跟他道歉，然后他就马上释放了，就跳下来跑去跟妈妈说他原谅我了。这个是我的角度是父母跟孩子说对不起，就恢复这个关系。那基本上我讲这个伤害的原则是这样，今天可能我们父母不知道他伤害了我们。但是我们就背负着这个伤害的情绪，受伤的情绪，那没有跟父母来处理，那就把这个情绪带到婚姻里面以后，可能呢，很多时候会看到配偶呢，就是想到妈妈，看到先生想到爸爸。曾经有一对夫妇，他告诉我，就是他看到看到他的这个岳父了。他说他岳父这个管教这个他的太太，在他这个小的时候呢非常严格，几乎是体罚不断的。他自己呢也是这种背景过来的，所以他们两个人看到就好像看到自己彼此的父母，所以就产生家庭暴力，就是冲突的很厉害。这个关门啊，甚至把电视机摔烂啊，有时候还甚至拿那个刀子在那边比划，虽然没有动到身上去，但是比划。所以他说不只是痛苦。
而且是恐怖，是跟这种人，你不知道3更半夜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会把刀子插在脖子上，所以他说这是很可怕，这是睡在旁边的人，所以这种原生家庭父母那边伤害的情绪，如果我们没有解决，几乎就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在进入婚姻里面。是，那我想说，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其实是进入生命中另外一个阶段哈，另外一个人际关系。对，因为从父母的角度来看，孩子永远都是孩子嘛，对不对？你就是几岁了，管你30岁、40岁，还是我永远的孩子，宝贝的孩子哈。那在进入一个阶段，其实是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哈。那他心理上面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调试嘛？那我们又怎么样在面对这个新的阶段呢？那其实圣经里面的教导非常清楚，圣经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所以在我们进入婚姻之前，很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做的是离开父母。那这里离开的意思啊，其实指的就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成为一个可以独立为自己负责任的人。那我也要强调哈，当子女要离开爸爸妈妈的时候，去成为一个成年人，我说这是在心理上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时候，其实这个对父母亲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做子女的，我们也先来体谅父母的心情啊，他把我们养育到这么大，而今天我们想要进入婚姻了，我们交男朋友交女朋友，我们要离开父母去走我们自己人生的路程的时候，我们是很兴奋哦。可是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父母亲的心情其实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所以要成为一个成年成熟为自己负责的人，我们需要先体谅父母他们在这个阶段时候的那个不容易。我记得我的大儿子读大学的时候，我们送他去学校，然后一切都办理妥当了，那我们就要分手了。那他就骑着他的摩托车，然后我们车子开在后面啊，然后我们的车子开到一个街口的时候，我们就要左转，然后上高速公路回台北。那我的儿子他就直行，然后就会我说他骑摩托车是直走，他不用左转，就回到他住的地方去。那当那个绿灯一亮的时候哈，他就加足了马力，嘣一下就冲往前冲，头都不回啊，因为我们就在他后面，我们要左转，他连回头都一点留恋都没有。那我就望着他这样子啊，离我远去哦，看到他的尾灯这样子，我就不禁潸然泪下呀。哎呀，我那天就在想，我怎么会这样？你说那是不舍得吗？那个我说不上来。一方面我非常清楚知道这是对的，这个对他是好的，他不需要回头，他也不应该回头，因为他有他的人生前面的前程，他要去。对呀，这是很可喜的事。可是另外一方面，我又突然觉得有那个被抛弃、被遗忘的感觉。虽然我先生还坐在旁边啊，但是就那一刹那那种感觉，还是要远离我们。对，这个草要空的。对，他已经不需要我了然后晚上不能再跟他一起聊天了啊，诸如此类。那我觉得那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验我心里是矛盾的。一方面我知道这是非常健康、非常好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又不太愿意去面对那个现实，就是说他已经不需要我了，他离开我了，那我应该祝福他。所以这是一个母亲心里的矛盾啊。那其实前一阵子更好笑的是，他跟我说，他现在这个孩子现在读大学5年级哈，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咪，我不知道哈，你最近是太忙了呢，还是你真的很努力的在克制你自己啊？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你，没有像过去一样每天都打电话给我呀。你知道我的儿子是很有礼貌的，他说我很感谢你没有像过去那样每天打电话给我。我不知道你是很努力的克制你自己，还是你真的是太忙了。我想一想，我跟他说我真的是太忙了。不过从那天开始，我就很努力的克制自己。他问我说你有没有打电话给你的儿子？我说我没有打。难道你不想念他吗？我说没有事就没有，不用打。可能这个对妈妈来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子女能够有一些成熟的表现哈，就能够帮助父母亲更快的放手。你知道这个与父母的关系啊，第一个，我们如果要得到父母亲的尊重和信任，让他们愿意放手，让我们去独立的话，我们自己要负100%的责任，就是我要成为那个成熟、可以被信任、独立、可以自给自足的那个成熟的年轻人哈。所以我们说，在3方面，这个时候如果子女能够做到，第一个，当你年纪，我想尤其是要进入婚姻，你一定要做到的，第一个是你心里要独立，你不能再依赖父母。第二，你经济要独立，你要能够养得活你自己你不能再期待父母来供应你很多生活上的需要。像有一位女士，她跟我说，
哦，他非常生气，他非常受伤。我说你怎么受伤呢？他说因为我的公公婆婆非常不公平啊。那其实这个公公婆婆已经很不得了了，每一个兄弟一栋房子啊。那但是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他说他很不平衡的是，他的嫂嫂结婚，就是他先生的哥哥和嫂嫂结婚的时候，他的公公婆婆给他们的是欧式的原装进口的家具。可是他结婚呢，到南昌街去挑一下就好了。但是他就觉得不平衡，怎么会这样？他们比较不爱我们。可是我听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叫做不认识我们是一个成年人的意思。其实今天你的房子，你公公婆婆给你，这是恩典呢，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家具南昌街的那已经是极大的恩典，你还嫌不是欧洲进口的啊？那其实父母亲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义务，或者必要要为我们提供财务上的需要。所以这样的心态一定要改变，我们才可能赢得父母亲的信任和尊重，然后最后愿意放手，让我们去独立。那当然，第三个是起居生活上面、居住环境上面，我们要能够懂得照顾自己，而不是结了婚还期望这个婆婆应该替我煮饭啊，妈妈应该替我带小孩啊，然后婆婆应该帮我这个整理家啊，类似这样。我想这个是就不正确。所以子女如果要跟父母亲有好的关系，我们需要先学习成为那个成年人，然后我们也需要接纳我们的父母亲，他们是不完美的人。那我们像刚常一直提到，我们的父母不完美，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或者期待他们完美，并且呢，我们要不能够再要求父母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想这个是子女需要做的第一步，成为成熟的人，接纳父母的不完美，然后为自己所有的需要来负100%的责任，而不是期待父母来供应我们。是，那个我在想说不是只有妈妈舍不得我相信爸爸也蛮舍不得的我记得我父亲这个把我妹妹嫁出去的时候，哇，他也潸然泪下吗？我哭得不像样嘛。是很难。我想他们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适应只是我想夫妻做妈妈做爸爸都是有一些需要适应的那如果说，因为我想说，有的人是跟他的父母亲关系很不错但是有的他们已经跟父母亲的关系可能已经不是那么好了。因为我知道说，有的人像中国人有的时候关系不好，他不是明说的，他只是积在里面的，所以都有保持一点距离的或者甚至有些人根本就是已经撕破脸了，已经不来往了像在这种一个情况之下，他们应该如何去恢复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会带进婚姻的嘛那怎么样子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恢复或者是怎么样子调整自己，在他进入婚姻之前做一些准备呢？基本上圣经告诉我们，这叫饶恕。这饶恕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当两个关系不好的时候，透过饶恕可以恢复那种关系。饶恕基本上饶恕呢是主动的，那么是主动的原谅对方，是不去计算他的恶，或者不去跟他算账。是不是要等对方先跟你道歉呢？那不见得是这样。所以不一定对方要认错。但是因为你觉得他伤害你，那你主动饶恕他，不管对方的反应如何。那所以这是主动的，是个人。就是非常积极的说，我不管对方怎么样，我先去饶恕。对，我愿意饶恕他，甚至于他还不会改变。对，我愿意主动饶恕他。所以在这个饶恕呢，基本上就是一个释放的动作，释放一个囚犯的自由。这个囚犯呢，就是自己。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饶恕，我们就活在苦毒恼恨里面，我们就被那个苦毒恼恨的所捆绑。所以当我们饶恕的时候，我们就脱去这个捆绑，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饶恕的这个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些步骤。所以可能我们需要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来回想父母在哪些方面，在什么时候伤害了你，他如何伤害你，这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那么这个是一个事实啊，你或者你的感受。对。然后呢，你在这些感受你再整理以后呢，你来感谢神给你这样的父母。感谢神，甚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对，圣经告诉我们要凡事谢恩嘛。凡事谢恩。所以你为好的来感谢，也为不好的感谢。包括那些不好的一些经验跟过去来感谢。对。那我们说到父母，说天下无不是父母。我们刚才说父母会犯错，但是也可能不是100%错，但也有好的地方呢。所以为他们犯错的地方感谢神，因为他们没有犯错的地方来感谢神。那没有犯错的感谢神，即使是对我们这个正面的一个建造，但有时候父母所犯的错，说不定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建造，也说不定。比如说我觉得我父亲爱喝酒，脾气不好。那过去我觉得说，跟这种人在一起生活很痛苦，就是说不要这种人是该多好，该自由那我就觉得说这个父亲很遗憾，让我觉得我有这样一个父亲。就在我信主以后，我觉得饶恕他，我就觉得感谢神，他脾气不好。那第一个我知道他心情不好，
因为10个小孩，你不会心情不会好到哪里去，对不对？所以我了解他的心情。压力。第二方面，我是觉得说啊，他脾气不好，让我可以怎么样跟脾气不好的人来相处，了解脾气不好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模式，是。那我怎样可以不必正面的冲突，这个所以还是可以感谢神的地方。那比如说我讲到我家里穷，这是我很不幸的，生在这个穷家里面，但是我也可以感谢神，因为家里穷啊，所以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做，所以我就发现我会学很多生活的技巧，所以现在是我太太很这个仰慕我的地方，就是她会做饭的时候，我可以做台湾菜，所以她也觉得欣赏我。我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都会做。他还自己缝衣服哦，好厉害哦！我还可以烫衣服，不必我太太烫，我也可以烫衣服。今天早上他帮我烫的。所以这个对我来讲不是难事，这种对我来讲是生活的细节，但这是从小培养的。因为家里种很多事情你需要自己做，所以这个做的就成为我没想到成为我后面生活的本钱，变成我不是这一技之长啊，很多技巧，生活的技巧，所以还是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感谢神给你这样的父母。那么第三方面呢，你也写上他们伤害你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讲比较不好的地方，那你这个伤害，因为你要去面对这种情绪的伤害，到底是什么样的方式，那具体的、明确的来了解，那么然后接下来把你这个感受的心情，你来交托给神，上帝，我对这个事情很难过，很受伤，那我没有办法来克服我这样的情绪，我需要你的恩典，你来帮助我，让我从这种捆绑里面可以出来，可以透过祷告来交给上帝，第5方面呢，你可以完全的原谅他们，这完全的原谅呢，就是说，不是忘记，除非你失去记忆体了，对，除非你这个健忘了啊，要不然你还是会记忆，这个记忆是基本的一个人的一个功能，所以你不会忘记，但基本上面你不会再去数算这件错误呢，继续成为你的伤害，继续制造那个毒素，里面的恼恨啊、苦毒啊，就是说，我今天就是因为我爸爸妈妈造成的，对，他们要为我负完全的责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还是记得这件事情，但你说还好，这个他们这样做让我有成长的机会，或者有某一方面可以塑造出来的性格，那么你可以从好的方面去想，不再跟他们算账，不记恨。另外，如果你觉得说自己一个人憋在心里很难过，可以找一个好朋友分享，谈一谈。这个谈话是一种医治，谈话的过程呢就是医治，对，心理这个智商辅导是要对方讲话，讲了以后他就知道问题所在哪里了，这个可以解决一半。如果你认为要跟父母谈一谈的话，我想最好是先寻求辅导的帮助、协助这样，因为有时候我们去找父母谈一谈，不是谈一谈，是发泄你的情绪给他们，对，或者说指控啊，或者说你要为我负责，你看我今天这个样子是你们，是你害的啊，对，就让这种父母亲觉得很罪恶感，那这不是一个和好的过程，这是一个定罪算账，不是这个意思，所以需要跟父母谈一谈的。有一个人他要跟辅导，但是如果他有一个人他跟父母谈的时候，他先找辅导谈，他写了一封说，我爸妈，我以前的事情就不跟你们再计较了，他辅导觉得说你这样的语气不好，对，所以这个是可以跟辅导谈，他客观的角度来帮助你，比较一个很中肯的来表达。对你是一个释放，但同时要对父母呢也是一个建设性的一个关系，那这样才是两个互相正面互动的一个过程。那么最后呢，就是你可以用美好的回忆呢来取代不好的回忆。这方面有一些例子，我想冯志勉来分享。因为我常常就会想说因为我们调整我们自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画出那一步说对方不一定跟你道歉我们先主动积极的采取步骤跟他讲，就说自己来选择原谅应该说是一种释放，甚至是一种的医治真的是觉得是很好的那但是如果说我现在我个人的方面调整好了，但是我还是要面对我的父母嘛，对不对？也还是就是过去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好。那我现在虽然 OK 了，但是在面对他的时候，我们该面对父母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步骤跟做法来表达呢？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以弗所书就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做子女的第一个是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然后第二个部分说要孝敬父母，对，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圣经或者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非常不只是鼓励是命令看重我们子女要孝敬父母。那其实，在孝敬父母，在英文是用 honor 这个字，那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尊荣，就是要尊荣你的父母亲。尊荣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将敬重、美名、荣誉与价值
厚厚的加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是去主动的。现在是我如果要孝敬父母，我需要主动的去把尊荣、荣誉、美名加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刚刚常常提到，想他们做对的事，而不是去一直想他们做错的那些事。他们做错的那些事，我们用饶恕来化解，但是他们做对的这些事，我们要大大的去感激他们，向父母表达你的感激。那有一本书哈，叫《尊荣父母带来祝福》哈，也是学人出版社出的。那这本书哈，大概1-2年前哈，就是其实现在啦，还是非常怎么说广泛的被阅读哈，尤其是在基督徒当中。那《尊荣父母》这本书就有一位弟兄他看了以后，他非常的感动，他就决定要去尊荣他的母亲。那他的母亲呢，在他有记忆以来，就是在精神方面有疾病的一位母亲，所以其实街坊邻里当中，都晓得他的母亲是一个精神病患。那这个孩子从小长大，他也非常以他的母亲为耻吧，应该这么说。那也是这个母亲带给家里非常大的负担，非常大的困扰。你要说痛苦也可以。所以这个孩子对他的母亲一直是有。我们说他从母亲得到伤害，他对母亲也是很难去孝敬、尊荣的。但是当他读了那本书以后，他就决定按照他母亲所做对的事情去尊荣他。所以有次他就写了一张感谢词，然后在全家面前就谢谢他的母亲，说我小的时候你有煮绿豆汤给我喝，妈妈我谢谢你。就他母亲听到了就不停的掉眼泪。所以后来母亲过世，这个儿子在身边陪伴他的母亲的时候，他们的关系完全和好。但是也因此，这个孩子，我说这位先生，这个弟兄，他跟他太太的这个家庭也完全改变了。他的太太说，以前我们都住在咆哮山庄里，我先生是庄主，我就是庄夫人，就他们经常有很多的争执。可是当他先生与自己的母亲和好之后，就是去尊荣他的母亲他说我先生里面的感觉系统被打开了，突然之间，你知道我们家里的关系和好了。那我也在我妈妈过世前几年，我写了一张感谢词哈，来送给我的母亲，并且在一个公开的一个晚宴的里面，我站起来，然后把这个感谢词读给她听。结果我读不下去我读到一半，我叫我的大儿子帮我读完的。那我的母亲听了那一次的这样的一个表示，我发现我们的关系也大大的向前迈进。那这个其实帮助我里面成为一个更平安、更喜乐、没有亏欠。所以我妈妈现在已经过世了，但是我的里面觉得是真的想到她的时候是充满了感恩，不再像过去可能有一些结没有打开所以这个尊荣父母绝对会影响我们以后的婚姻生活。那我们去与父母和好是必要的。哇，这个很重要哈。所以尊荣父母、孝敬父母，不只是帮助我们自己跟父母的一个关系，甚至是大大影响到我们的婚姻，还有我们跟别人的一个关系哈。真的是非常的好。谢谢你们今天2位的分享，非常感谢您。亲爱的朋友，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节目的现场。这里有爱，有爱是你的天堂，要接纳付出，是真实的希望。欢迎回到家庭会客室。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人长大，现在觉得自己很多优点、很多缺点，但是呢，你谈到缺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可能是我小时候我父母对我做的一些伤害所造成的。但是你讲到你的优点的时候，你就会这好像是我与生俱来，我就很棒。但从今天的节目，我觉得说，我们对于父母给我们的优点带来给我们好的影响，其实我们真的要去回馈，要去感激，就是真的像那个刚刚冯姐说，就当众的。当在很多人面前就是这样感激父母。那对于父母，也许他们以前无知，就是他们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造成的伤害，你就是接纳他，或是原谅，或是饶恕。其实这样其实也帮助你自己可以从那个痛苦过程中间出来。其实亲爱的朋友，我们真的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父母对一个人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我记得说，我小的时候看到我父母在争吵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讲说，我长大一定不要像这个样子。我清楚的告诉我自己，我内心里面很清楚告诉我说，以后一定不要这个样子。但是你知道吗？当我自己在婚姻里面的时候，当我进入跟我妻子在争吵的时候，我常常会讲一些话，或是做一些举动。我事后转过来看我自己的时候，我会发现说，我这个动作很眼熟啊，这跟我父亲那个动作好像是一样，这个声调跟我母亲那个声调好像是一模一样的。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我最不愿意想得到的，它居然是在我的身上。亲爱的朋友，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父母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一个人，所以我们有需要去了解说，我们跟父母的一个关系，如果它是一个隔离的，它是一个冷淡，或是甚至一个切断的一个关系，我们有必要去恢复它。而且我们也知道说，每一个父母希望说他的孩子的婚姻是不幸福的，但是你好像觉得说，好像父母常常就是插在这个婚姻当中造成很多的一个困扰。其实父母并不是要让你的儿女的婚姻不好，他们其实害怕是说，当我的女儿嫁了，当我的儿子娶了，我会不会就失去了我的儿子？我会不会就失去我的女儿？他其实有一种那种心里那种不安全感。但是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当你结了婚之后，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我们更是来孝敬我们的父母，了解什么叫做孝敬，什么叫做尊荣我们的父母，给他美名，让他知道我们是非常的感谢他，给他感恩的，让他真的是觉得说，我的儿子呢，不只是没有失去，反而得到了另外一个，不管是得到另一个儿子，得到另外一个女儿，而且让他们里面有觉得什么呢？有觉得有安全感，这样子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关系，对我们的婚姻，对各个层面呢都非常的有帮助的。对，让我们要成为新人，要踏入婚姻之前，让我们先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感谢我们的父母把我们养育这么大，然后让我们在组成婚姻的时候，能够让父母一起来祝福我们。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欢迎你写信或是打电话传真给我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事情。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结束，愿上帝赐福给你。愿上帝赐福您。